你们继续，我回房间。你的意思是，青青还要被封印99年？我好像有件什么事忘记跟阿宇讲了，先走了。来真的，你试试再多100年无法跟刘盈相聚。一码归一码，不如青青接下来的99年，我替你来保护她。知道别有居心，先是从罗峰阁带走青青，又是更改他的封印，还让他跟你住在一起，现在居然要保护他99年！你吃什么醋？明知道我心中就只有刘盈，对青青没有半点遐想。我和他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守护刘盈。心中只有刘盈，现在不是有个阿宇？青青，你就患得患失。我追不到，你跟阿宇才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我跟阿宇渐入佳境，他现在无时无刻不在召唤我，而青青呢，见到你就跑。你要检讨一下，她是我的婢女，能跑哪儿去？他都从罗峰阁偷溜走了，你说呢？就算他跑到天涯海角，他都是我的。可笑！青青她只认为自己是你的婢女，可再过一时，阿宇她将是我龙王的妻子。龙王，你们继续，